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要来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那就是听歌学台语，耶！娃娃 TV。那值得今天的第一集，我们来听什么歌呢？我想大家在点进来之前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没错，就是今年刚获得金曲最佳新人奖的茄子蛋的《浪流连》浪流连。那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呢？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茄子蛋的。而且也还蛮喜欢这首歌的，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，很感动，也很贴近生活，所以就决定来跟大家解释分享一下歌词啦。另外我也会挑出一些词语来做教学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，要怎样开花？少年家怎样落地？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。这个风风雨雨的社会，要怎样开花？少年家怎样落地？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。这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？年轻人要怎样落地生根？我们都是为了爱情在虚度光阴。少年家呢是年轻人的意思，那少年呢就是年轻的意思啦。落地呢说直白一点呢是落在地上，但在这里呢它是落地生根的意思。那浪流连呢是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、无所事事的意思，但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是有一点虚耗光阴的意思。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囝，粉莫搁食，酒袂搁干。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囝，粉莫搁食，酒袂搁干。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坏孩子，不要再抽烟，不会再喝酒。歹囝是坏孩子的意思，但在台语里面呢，有一点混混流氓的意思，不是单纯的那种小孩子不乖的坏孩子。那荤呢是烟的意思。那在这句歌词里面呢，他说荤卖个假，假呢在台语里面呢是吃的意思，像是你假爸喂，假崩。那如果这句荤卖个假要直接翻成国语的话，会变成不再吃烟，应该没有人会这样说话吧？但台语跟国语相反，在台语里面呢，没有人说吸烟、素荤，而都是说假荤。在台语，不管是吃、喝、吸，都可以用假，像是假崩、假茶、假荤。虽然喝这个字呢，在台语还是可以说成啉，不过很多老人家还是会说假汤、假茶、假酒。好，那歌词里面的酒袂搁干，里面的干呢是干掉的意思。你可能有听过人家说啉好干或这杯啉好干，这就是这杯干掉喝完的意思。想你的迄暗，伫恁兜的中仔脚，想你的迄暗，伫恁兜的窗仔外。想你的迄暗，伫恁兜的顶仔骹；想你的迄暗，伫恁兜的窗仔外。想你的那晚，在你家的骑楼下；想你的那晚，在你家的窗户外。拎刀是你家，温刀是我家，银刀是他家，烂刀是我们家。那顶仔骹呢是骑楼的意思，在这里呢可以翻译成骑楼下面。其实它那个卡呢，就是下面的意思，像是下卡、楼卡。大家不要误会哦，顶仔卡呢，它是一个词，指的是骑楼。不要以为顶仔是骑楼，卡是下面哦。这样子认为好像也没有错啦。不过在台语里面，没有人会说我伫恁兜的顶仔。其实我生活甲无好，我家己拢知影。其实我生活较无好，我家己拢知影。恁拢了解我的暗藏，我的软食。其实我的生活过得不好，我自己都知道。你们都了解我会掩饰我的软弱。暗藏是掩盖、掩饰的意思，像是暗藏事实，掩盖事实。咱的政府定定拢会暗藏事实。那软食是软弱的意思。可能有时候会听到爸爸妈妈骂儿子说：“你哪家不好加软食啦？”那就是在说你怎么那么没用，这么软弱呢？
平凡的歹命的咱拼死者，哦，动辄空笑亏，哦，拢是白贼话。平凡的命不好的，我们都拼命去做，哦，当作在讲笑话，哦，都是谎话。歹命是命不好的意思。大家还记得美秀姐有一个哭倒万里长城的广告吗？我歹命。那笑亏呢是笑话的意思，而白贼话呢是谎话的意思。如果你要说一个人说谎的话，你可以说你讲白贼话。不过好像很多人都会省掉那个话，直接变成你白贼，或者是你讲白贼。犹原会记得我少年时所偷偷黑白写的愿望。迄当阵我已经当作这世界我早就已经看破，后世人袂阁为着你来弄榴莲。依然会记得我年轻时偷偷乱写的愿望。那时候我已经当作这个世界我早就已经看破，下辈子不会再为了你再虚度光阴。黑白写呢就是乱写的意思，那黑白来呢就是乱来的意思。大家卖黑白来哦。那黑白呢，其实是胡乱的意思。在台湾一些小吃摊呢，有一道小菜叫黑白菜，那个就是客人没有指定的菜色，他请店家呢随意的帮他挑一些小菜，然后随意的帮他切一点给他，所以叫做黑白菜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《弄榴莲》这首歌的歌词分享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词语都学会了吗？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想法的话呢，都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加分享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